好，即马丹那市呢已经转做是轻度风台，伫今仔日透早的时阵，伫桃园甲新竹迄卡岛来出海。虽然讲这北北基桃是宣布拜一照常上班上课，也毋过伫桃园呢，煞有两种制度，有4区是停班甲停课的。这市长张善政是回应讲，这桃园是因为面积较大，若准备照停班停课的标准来看，是无可能大概风台内拢白白做伙。上班时间大路的车钥匙踏踏甜。丹那市风台透早伫桃园甲新竹角界出海，桃园市边境的风力是5级至6级，上大的阵风是8级至9级。滨海地区芦竹、大园、观音、新屋边境风力是6级至7级，上大的阵风9级至10级，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。不过，一个县市两个制度嘛引起讨论。你有人要上班，有人不要上班呐、你这个政策就不对嘛？你现在是怎样？市长你是一半市长吗？你要看什么地方嘛？你就平地不要这样分嘛，对不对？你山上你一路之隔，那也没办法、就觉得很错愕。园所是在龟山区，所有的老师都住入住，包含很多小朋友也都住入住。还好，就看政府那边决定。针对一个城市，尤其平地，因为大的行政区无同，可能隔一条路，这边都爱上班，那边会使休困。亲像青埔，包括2个行政区，大园区休困，中立爱上班。有关路伫芦竹区会当休困，鼓山区爱上班，还佫有文中路一段芦竹区休困，文中路顶悬桃园区甲文中路2段中立区是爱上班。民众认为风台风雨是无大，无休困是无啥物问题。不过大部分认为讲，同一个县市要是统一较好，较袂上班甲接送囡仔造成困扰。大家原来期待台风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放假的小确幸，但是我要呼吁，气象局的数据，是达标就放假，没有达标就不放假。到初7早起7点为止，桃园总计有4件的灾情，龙潭有1件路树倒去的灾情，也若路地有空棒落去，甲电线垂落来。桃园区有布棚刷位，以上4件拢已经结案。针对分区休风台假的争议，市长张善政表示，行政院风台假的规定本来就有分区停班停课的规定，一切拢照行政院的规定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